是無人來。我期待到無奈有話要講，得不到作準。我的心情又像樽蓋等被揭開，嘴巴卻在揚青苔。人潮內越文靜越變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將突然地任何地方也像開四面台，像最閃的衫，但十分感慨。有人來拍照要記住插袋，你當我是浮誇，誇張只因我很怕，似木頭似石頭的話，得到注意嗎？其實怕被忘記，只放大來演化，很不安怎去優雅，西窗還讚頌沉默，不夠爆炸，怎麼有話題，讓我拍做大娛樂家。那年18，母校舞會站着如流浪。那時候我含淚發誓各位必須看到我，在世間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邨你住哪一座？自愛中工作中受過的不是太多，自尊已飽經跌墮，縱是能自吞過，未曾獲得過便知我為何大動作很多，犯下這些錯，旁人們看看我算命太多，你當我是浮誇吧，誇張只因我很怕，似木頭似石頭的話，得到注意嗎？其實怕被忘記，只放大來演化，很不安怎去優雅，世上還讚頌沉默，不夠爆炸，應該有話題，讓我跨做大娛樂家。若然未當過就知我為何用10倍苦心做不出一個，是誰人救我負議論成河？你叫我做浮誇吧，加幾聲噓聲也不怕，我在場有滿場的話，要熱氣看馬，特別是得你怕，以眼淚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驚訝，我就是自備存在，哪家捉住它？話我知，現在存在嗎？